12月30日匿名。隱姓埋名的原則是具有極大的精神意義，它不斷地提醒我們要將原則置於個人之上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137頁。第12個傳統在我恢復清醒的早期是很重要的，它與第12個步驟一起，成為我康復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開始能意識到自己的個性問題是在我加入協會之後發生的，因此在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傳統的訊息時就十分清楚，這而有一種直接的方式去面對他人，面對我的酒癮和隨之而來的氣惱、辯解和冒犯。我把第12個傳統看作削弱我自大個性的工具，它減輕了我的氣惱，也提供了我一個實踐康復計劃中的原則的機會。所有的步驟和這個特別的傳統，在我10幾年保持清醒的過程中給予我指導。對那些在我需要時給我幫助的人，我表示感謝。